好快就過去嘅。佢又好快補作到先至啱。係啊，同埋咧，將一個好平凡嘅嘢，用另一個方法去處理咧，我哋點樣打破呢個客觀嘅框框咧，而將佢變成主觀咧？呢個咧係需要一啲技巧，需要好多情感。咁呢個情慾嘅管理咧，體現到作品之中，點樣去表現到咧？作品咧，我都有講過，最緊要係要有情感放落去。咁呢個情感咧，包括作者嘅情感，亦都包括被拍嘅人同物件嘅情感。咁人當然有情感啦，大家都知道啦，係咪？佢一顰一笑，喜怒哀樂，就好似大自然嘅陰晴圓缺一樣，係好容易去表露出嚟。但係物件點樣有情感咧？其實物件嘅情感喺邊度嚟咧？光線啦，我哋嘅遠近啦，甚至我哋用唔同嘅技巧去舞弄我哋嘅鏡頭，都會咧使物件變成有情感嘅。嗱，舉個例啊，譬如一架汽車喺度奔馳，咁我哋用一個 pan 鏡就完全表現到汽車嘅動態。我哋晚黑有一啲景色，好似最近我影雪梨橋咁樣，佢係曝光差唔多3分鐘。曝光嘅中途咧，我就將佢變焦，咁使到景物咧有一啲係由清晰變咗模糊，一啲燈光咧變成一個線條嘅狀態。咁呢個咧係完全同作者嗰個情感、意念、思維有關係，亦都使呢個景物由一個好主觀嘅景物變成一個好客觀嘅景物，或者由一個好客觀嘅景物變成一個好主觀嘅景物。在訪談當中，楊志祥先生告訴我，每當有一張好的照片沖洗出來，他常常會情不自禁地歡呼起來。為了追求美，楊先生可以說是歷盡千辛萬苦，踏遍千山萬水。用一部小小的照相機，為我們凝聚了不同時代、不同空間的美好記憶，讓生命綻放出藝術的光彩。今天，當我們重新面對這些作品的時候，這些沉默的畫面仍然會令我們百感交集、千詠百嘆。每一次演完好多相翻嚟，你都堅持自己親力親為去曬相，去監察嗰個效果，而唔係等晒俾沖晒泡去曬。點解你都咁堅持？有啲人認為咁樣係一個傻瓜咯，因為好嘥時間。老實講，影咧個時間範圍唔係咁多。我哋將佢印製出嚟咧，範圍個時間係好長。咁但係好似畫畫咁，如果你畫完唔會自己做埋裱畫咧，我覺得係唔完整嘅一套。下一節翻嚟，黃明清將會繼續專訪澳洲太平紳士楊志強先生。我哋將會跟住佢嘅一幅幅攝影作品，喺澳洲嗰塊廣袤嘅土地上信馬由秧。同時，我哋仲會聽佢講述佢嘅父母、佢嘅攝影展、佢嘅慈善事業，仲有佢對福與禍、幸福同快樂嘅人生感受。再回頭，你不許從前多麼登對。唔係騎呢就可以出位嘅，有料嘅就要一舉成名。請勿靠近車門。由而家至4月16號，觀眾到以下地點嘅大型電視幕牆，可以收睇到第11屆10大電視廣告頒獎典禮嘅最新訊息。要睇就要行快步啦！見到爹哋打媽咪啦，點解好似冇感情咁樣嘅？咁樣就冚過去咁樣。家庭暴力嘅傷痕成為佢深刻嘅教訓。今日佢更加學懂珍惜，因為始終係一家人，係啦，好難得嘅。星火飛騰今日下晝5點半。傳說中喺天空嘅深處有一座神秘嘅城堡，只要上到去，你就可以睇到奇幻嘅未來。宮崎駿經典動
點40分。針灸對女性泌尿毛病有冇幫助呢？藍領工人嘅酸痛又可唔可以舒緩呢？防倒流排污對大家嘅健康、財富又有咩貢獻呢？今晚12點，本港台飛達國際呈現《創富者8之市場侵略戰》，同你探討。全城掀起功夫熱，拳法、腿功、運法、刀劍，中國功夫源遠流長，無論南拳北腿，各門各派都係咁耍家。想知道佛山詠春、太極洪拳嘅傳奇，同埋一代武術家李小龍嘅秘密？密切留意聽晚冷知識衝動。第11屆10大電視廣告頒獎典禮入圍名單包括有32號宜家家私5星級酒店篇，33號網上行 Devil Robots， 仲可以點用寬頻34號喜力啤酒冰桶篇，又點少得佢哋啊35號 Fedex 跳躍包裹篇，36號英國航空商務客艙平臥睡床，